主后2024年5月2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古味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彼得前书》第4章12、19、19节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恁拄着亲像火的试炼，毋通哪阵拄着奇怪的事。反倒着因为有分担基督的苦难来欢喜，互恁伫伊荣耀显现的时，嘛通欢喜快乐。恁若为着基督的名受凌辱，恁真有福气，因为有上帝荣光的神踮伫恁身上。恁中间毋通有人因为杀人、做贼、做歹，也是爱管别人的代志来受苦。若因为做基督徒来受苦，毋免见笑，反倒着因为有即个名归荣光互上帝。审判的时到啦，上帝的家着大声受审判。若对咱开始，遐个毋信趁上帝福音的人的结局，减袂搁较严重。圣经有讲，义人得救道真恶，无敬虔的人甲罪人减袂搁较困难。所以，遐个照上帝旨意受苦的人，着将家己交托互迄位信实的造物主，继续做好事。古味，彼得前书的第一代读者，为着实践上帝旨意，受其他的人，甚至可能是亲族同伴的误解和压迫。彼得鼓励因，这是分担基督的苦难，爱用这做荣光，甚至掠做快乐。毋过，伫鼓励受苦基督徒的经节中，还有一段简洁扼要的提醒，指明因为做恶受苦，就无通分享基督荣耀之日。前3种歹真容易理解，最后一种歹爱管别人的代志，耐人寻味。爱管别人的代志，伫圣经中敢若伫遮出现，而伊要学确定，会当指爱管营仔事的人，也是有做告密者、间谍、暗藏插仔会的人。不过，基本的意思拢是指向无忠实伫本分的人。本分是甚物？伫人的软弱内面，会当明白即个代志检查是上帝的恩典。2020年，台湾有一部电影《古味》备受好评。台语的片名意指女主角经营餐厅，用心做好一道菜的职人精神。若是英文片名《Little Big Woman》，搁通指伊也是渺小，毋过是伟大的性命。本片讲述一位母亲专心拼事业、顾家庭，却常常互丈夫陪伴。受伤的伊，要用一贯的坚强创业，搁独自抚养3个查某囡仔成人。查某囝受伊影响，逐个证明熬做代志，事业有成，总是也因为老母强势会疼就受伤。一家人为着无要想互彼此担心，表现出坚强，即使明明是彼此相疼的一家人，却拢因为疼担心孤独滋味。十足说明电影的华语名称。阮老母就是安尼，无要互人做家己介意的代志，才搁再怪人啥物拢做袂好。剧中的细汉查某囝对母亲的评语，点出真侪人生活中的矛盾。怀着强大的心志，
搁常时有软弱的咱，连付出疼的行动，也可能因为对本分的分寸失当就伤人。影片的最后，老母放下执着，伫承认失落的时阵，才真正感受到亲人的扶持。这互我想到，斯罗彼得伫担好行为的时，毋若单单强调行动，也强调态度，有仁慈、心存谦卑、温和甲尊重，以及毋通埋怨。信徒家庭若要营造温暖气氛，需要互彼此的心意有机会沟通，互彼此有合宜的作为，避免疼的付出成做情绪卡油的借口。伫这个过程中，咱可能也需要探索家己的忍耐极限，有面对冲突的勇气，伫善意付出可拄好对柄的挫折中也有喜乐，搁为准度分寸，不断伫错误中做调整。对上帝全知全能和无条件的疼之确信，就是扶持信徒群体的根基。就因为安尼，基督徒会当用不改初衷、心怀善意、广纳意见来调整行动的方式，伫经历失望、挫折的痛苦中，见证对上帝的信赖、鼓励、专注做好，总是并袂孤单。默想，我捌面对必须修正善意行动的挫折是无？这过程是毋是带领我更较深经历上帝的疼？我捌面对必须修正善意行动的挫折是无？这过程是毋是带领我更较深经历上帝的疼？祈祷，信实的上帝，求你互我会当伫同样环境中明白你的旨意，搁坚持不懈付出疼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